親愛嘅天父，我哋以哥林多後書第4章嘅經文嚟到你嘅面前默想祈禱，求聖靈開啟我哋心靈裏邊嘅眼睛，使我哋能夠明白並且能夠遵行當中嘅道理。哥林多後書第4章，保羅係繼續去教導屬靈嘅真理，係繼續於前面嘅第1章，係有關信心與主的福音嘅信實嘅屬靈真理教導。然後第2章係有關福音嘅大能，就好似能夠散發基督馨香嘅氣味嘅祭司嘅屬靈真理教導。第3章係福音嘅大能，表現於永恆嘅榮光之中嘅屬靈真理教導。本章哥林多後書第4章主要記述係有關寶貝與瓦器嘅比喻，主要係要解釋傳福音者佢受苦嘅真理。喺本章嘅第1節，所以既然我們蒙憐憫，受了這侍奉的責任，就不喪膽。呢度用所以作為開始，係延續於上1章嘅最後1節，就係哥林多後書3章18節。既然我們眾人已揭去面紗的臉，得以看見主的榮光，好像從鏡子裏反照，就變成了與主有同樣的形象，榮上加榮，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係延伸落嚟嘅意思，就係話因着呢個超越一切嘅盼望，因此使徒保羅佢哋願意就不喪膽咁努力傳福音，並且不但如此，為咗抵擋撒旦嘅一切詭計，佢哋願意喺生命上保持聖潔。就係本章嘅第2節，反而把那些暗昧可恥，就係嗰啲不能見光的事棄絕了，不行詭詐，不曲解神的道，就係嗰啲假嘅教師佢嘅所作所為，為咗利益作出損人利己嘅假教導，只將真理顯揚出來，好在神面前把自己推薦給各人的良心。呢度將真理顯揚出來嘅意思有3方面。第一就係忠實咁傳講整全嘅福音真理，就好似啟示錄22章18至19節所講，係既不能加添什麼，也不能刪減什麼嘅，只將主耶穌在十字架受死代贖罪、復活升天，以及必要再來整全嘅福音嘅正義去陳明出嚟。將真理顯揚出來嘅第2點，就係約翰福音14章6節，耶穌對他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就係以主耶穌基督為獨一可以到神嗰度去嘅真理。因為呢個原因，本章嘅第2節呢度話，只將真理顯揚出來，就係將嗰位內住喺我哋心裏邊嘅基督同埋佢嘅真理去活出來。喺本章嘅第2節呢度繼續講，好在神面前把自己推薦給各人的良心，意思就係指讓到各人憑自己是非之心嚟到加以判斷，使徒保羅佢所講嘅說話是否合乎真理，佢嘅所作所為是否出自嗰個真理嘅基督。將真理顯揚出來嘅第3點，就係約翰福音8章32節，主耶穌佢曾經講：你們將認識真理，真理會使你們自由。原來律法係使人知罪，並且去追求律法，最終成為罪與死亡嘅奴隸。真理卻係使人得到自由。追求真理嘅人有不犯罪嘅自由，有不受律法捆綁嘅自由，有勝過死亡嘅自由。所以掌握真理嘅人就有能力去活出更新嘅生命。呢度帶出咗第1個嘅問題，就係既然使徒保羅佢盡力咁傳遞福音，點解仍然有人不相信呢？答案就係本章嘅第3節，即使我們的福音被遮蔽，那只是對滅亡的人遮蔽。因為本章嘅第4節，這些不信的人被這世界的神明弄瞎了心眼，使他們看不見基督榮耀的福音。基督本是神的像。然後使徒保羅喺本章嘅第2段落第5至到第15節，佢解釋咗作為傳道者嘅幾個最基本要留意嘅重點。首先，本章嘅第5節，我們不是傳自己，而是傳耶穌基督為主，並且自己因耶穌作你們的僕人。
呢度就係要確保認清自己係僕人嘅身份，所工作嘅並唔係為自己嘅名同埋利嘅緣故，然後源於呢個狀態同埋關係，認清楚自己能力嘅來源，就係本章嘅第6節，那吩咐光從黑暗裏照出來的神，已經照在我們心裏，使我們知道神榮耀的光顯在耶穌基督的臉上。呢度係源於上一章嘅最後一節，我哋喺心靈中所看見嘅盼望，就係基督透過聖靈住喺我哋嘅心裏，喺裏面發出亮光，以致我哋喺心靈中憑着信心係能夠睇見神榮耀的光顯在耶穌基督的臉上。呢個就係我哋所盼望，我哋所將要得到嘅嗰個傳到永恆嘅榮光。最後使徒保羅用咗寶貝與瓦器嘅比喻，講述使徒傳福音嘅實況。本章嘅第7節，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裏，為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喺呢度寶貝放在瓦器裏，寶貝就係上面所提及本章嘅第4節，基督榮耀的福音。喺呢度瓦器就係我哋現存嘅血肉之軀，基督榮耀的福音藉着聖靈內住嘅彰顯係大有能力嘅，而我哋嘅血肉之軀係一直喺度老化敗亡之中。正如喺本章嘅結論中，保羅自己講喺本章嘅16節，所以我們不喪膽，雖然我們外在的人日漸朽壞，內在的人卻日日更新。但係唔好誤會，本章嘅第7節呢度，這莫大的能力，往往並唔係透過人世間所追求嘅嗰啲成功經驗去表達出嚟嘅，反而係本章嘅第8節，我們處處受困，卻不被捆住；內心困擾，卻沒有絕望。睇起嚟係頭頭碰着黑。本章嘅第9節，遭受迫害，卻不被撇棄；擊倒在地，卻不致滅亡。亦都係處處受苦，處處受困難，甚至要落入死亡嘅狀態。保羅提醒呢種狀態同埋模式，正係主耶穌基督佢救人嘅模式，就係本章嘅第10節，我們身上常帶着耶穌的死，使耶穌的生也在我們身上顯明。呢個其實係實踐主耶穌基督所教導背十字架、捨棄自己、為義受苦嘅真理。彼得前書3章14節亦都講，即使你們為義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嚇，也不要驚慌。我哋就要問，呢種模式與寶貝同瓦器又有乜嘢關係呢？本章嘅11節，因為我們這活着的人就係瓦器，常為耶穌被置於死地，使耶穌的生命就係寶貝，在我們這必死的人身上。必死的人身上就係打碎咗嘅瓦器顯明出來。原來喺古代係並冇保險箱可以去收藏珍貴嘅寶物，反而係用最原始嘅方法，就係製造瓦器，將珍寶放進去，然後藏喺地裏，以致冇人能夠發現，就能夠保守不被賊人所盜竊。現在我哋呢個泥土所造成嘅身體，原本係一文不值，充滿罪惡污穢，但卻係被神使用咗，將佢嘅珍寶，就係基督榮耀的福音放喺裏面。人點樣能夠睇見呢個珍寶，呢個福音嘅大能呢？從我哋呢個肉身嘅瓦器外表上係看不出來嘅，而係要透過將呢個瓦器打爛打碎，珍寶先至能夠露出來。所以呢個肉身嘅瓦器往往係需要受苦，甚至於受死，然後失喪嘅人先至能夠睇見藏喺裏面嘅珍寶，就係福音嘅大能，先至能夠明白福音，先至能夠願意相信呢個極大嘅寶貝，因而得救。就係本章嘅12節，這樣看來，死是在我們身上運作，生卻在你們身上運作。使徒保羅引述咗詩篇嘅一句說話去解釋呢一點，就係本章嘅13節。但我們既然有從同一位靈而來的信心，正如經上記着，我信故我說話，
我們也信，所以也說話。咁樣我哋就要問，保羅喺呢度講我們也信，所以也說話，究竟佢係講乜嘢說話呢？原來呢度係從詩篇116篇10節而嚟嘅說話，嗰度講我信，儘管我說我受了極大的困苦。原來保羅同佢嘅同工都喺度講我受了極大的困苦，但係佢哋並唔係投訴同埋負面嘅情緒，而且佢哋係憑着信心講嘅。因為本章嘅14節繼續講，因為知道那使主耶穌復活的，也必使我們與耶穌一同復活，並且使我們與你們一起站在他面前。保羅同佢嘅同工，佢哋係帶着終極得救嘅信心，目標係十分清晰嘅。本章嘅15節，凡事都是為了你們，好使恩惠既藉着更多的人而加增，感恩也格外顯多，好歸榮耀給神。喺呢度保羅就係要藉着更多的聽見福音嘅人，得着真正嘅救恩嘅好處，佢哋能夠一起喺嗰一天喺主耶穌基督嘅面前成為神嘅榮耀。最後本章嘅第3段落第16至到第18節係保羅對於傳福音而受苦嘅結論。呢度係延續於上一章有關永恆嘅榮光嘅盼望，實際上喺傳福音嘅時候嘅體現。使徒保羅用咗3個對比去作出呢個總結。第一個對比係本章嘅16節，外在的人日漸朽壞，內在的人卻日日更新。呢個係我哋信主之後憑着信心喺心靈嘅眼睛可以睇見嘅實況，就係肉體雖然係越嚟越衰殘，但係內心卻係越嚟越更新。第二個對比係本章嘅17節，短暫而輕微的苦楚，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呢度嘅意思係現在要面對嘅痛苦，甚至係要面對死亡，也不介意，因為將有喺上一章所提及嘅傳到永恆的榮光，係我哋所將會得到嘅。第三個對比就係本章嘅18節，因為我們不是顧念看得見的，而是顧念看不見的。原來看得見的是暫時的，看不見的才是永遠的。哥林多前書同埋希伯來書喺呢一點亦都有所補充。喺哥林多前書2章9節，如經上所記，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喺希伯來書11章13節，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並沒有得着所應許的，卻從遠處觀望，且歡喜迎接。他們承認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喺希伯來書11章40節繼續講，因為神給我們預備了更美好的事，若沒有我們，他們就不能達到完全。呢個看不見嘅係傳到永遠嘅福樂，係信主嘅人一同得着嘅。我哋有咗永遠嘅事可以作為盼望同埋追求，豈能再注意去追求嗰啲暫時嘅事呢？喺本質上，憑着屬靈嘅眼光，我哋可以睇見一個係真嘅，一個係假嘅，一個係實在嘅，另一個係虛幻嘅。一個係重如高山，另一個係輕於鴻毛；一個係無價之寶，一個係賤如糞土。我哋嘅時間同埋精力應該係用喺邊一方面呢？我哋假若為此而需要受苦，甚至受死，我哋又是否能夠忍受得住呢？默想祈禱，奉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而求，阿門。